羊嘅你12生肖裏面咧都麻麻地咯，因為你今年一粒吉星都冇，好彩空星都係得一粒啫，叫羊刃。羊刃代表心情唔好，容易發脾氣。咁你已經冇吉星，完全冇貴人輔助，又冇乜嘢着數，仲要容易發脾氣。如果再加埋你生喺呢個5月6之後8月8之前，運氣又差，脾氣又差，情緒又唔穩定，又冇貴人輔助，咁一衰起上嚟就兵敗如山倒噶咯，所以記住今年盡量忍耐，幾唔開心幾唔如意都啦，頂住頂住。相反，如果你生喺11月7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始終2010到2015運氣都逐漸向上嘅。雖然今年冇吉星又脾氣唔好，但係因為你運氣強盛，人哋都頂你唔住，你要發脾氣鬧人哋，最多頭耷耷唔出聲嘅啫。不過梗係鬧人就唔好啦，都係控制下自己情緒好少少。咁你咧喺13到15咧有任何機會放膽嘗試，同埋雖然今年講冇吉星啫，咁你屬羊咧，今年係蛇年都叫做暗合用，有暗中貴人輔助。暗中貴人可能係老闆嘅老闆扶你一把，或者客戶會無端端幫你，呢個暗中貴人輔助。咁但係如果你生喺5月6之後8月8之前，運氣係衰，咁記住宜守不宜攻，有任何機會千祈唔好嘗試。份工幾唔如意咧，都係宜守不宜攻。咁排第2好運嘅人咧就係生喺8月8之後11月7之前，因為運氣始終都係好嘅，雖然冇吉星輔助，今年都係有進步。當然係冇11月7至3月6嘅人進步得咁快啦，咁都係慢慢逐步漸入佳境嘅。咁仲有一批就係生喺3月6之後5月6之前，雖然係比較平穩，但係因為今年容易得罪人，自己唔知，咁唯有風水搭救啦。喺正北桃花位擺杯水，正東嗌交位擺粉紅色物件，旺人緣化是非。咁無論平命或者熱命都會好少少啦。嗨，所有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杨婷。我希望在这个龙跟蛇交替的新年里呢，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前途一片光明也祝愿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，恭喜恭喜。